民间善心人士呢约估有20亿要帮助高雄青年创业，提到青年局的部分，那这是真的吗？我们查了一下高雄市的政府青年局的资料，发现这可能有问题哦。根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的捐款基金，直到11月13号，就是近日，仍然仅有2000多万的捐款，那这个跟那个20亿有点出入。那不知道这20亿是在哪里？这样子，青年创业目前高雄市政府是3亿，这个善心人士的捐款大概有2300多万左右啊。但是呢，企业界私底下跟我们来面对面的来谈，他们看好这个计划，也愿意帮助高雄的朋友，这是属于口头上的。那我银行里面7亿5千万是银行愿意投入的，加起来是10亿5千万。另外，这些企业界预估大概一边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约估有20亿，这是一种口头的，他们愿意来协助我们高雄。退一万步来想，现在有10亿0 5千万，也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是够不够？绝对不够。我理想中希望整个高雄市的青年创业能够到100亿，能够到100亿。我也知道投资10个标的物，最后成功可能只有3件，7件会倒闭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投这10件，永远不会有这3件年轻创业的成功。所以我坚持青年人的创业，青年人申请到世界的专利，青年人申请到各种想法，经过我们审查之后，我们愿意把这个钱投资给青年人。未来整个中华民国青年创业基金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。还有一个，就像新加坡、淡马锡跟阿布达比一样，世界有30个政府已经成立了国家主权基金。未来我当总统，我们也一定会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。我们要展开全球产业布局，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，将来大家都有机会一展长才，好吧？谢谢。谢谢韩总统候选人的回复。那么在进入总结之前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刚刚从青年团体的提问，还有现场的提问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青年的议题呢，不仅仅局限于过去各个总统候选人所提出来只针对青年的议题，包含像是刚刚有谈到的矿业法是代表原住民族、代表环境，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气候，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教育以及国防的问题。其实台湾的所有政策跟所有的议题，都应该要有一个青年的声音，共同来参与、来讨论，展现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候里面应该要拥有的青年面向。希望韩总统候选人之后如果有机会来担任总统，也应该要注意青年的声音，并且具体回应青年的诉求。